现在在牛呀，小啊，我见牛了，哎，跟人多，哎，个见牛啦，牛那我就糟糕时候，我一搞下米粉的事情，我的米粉鬼已经发去了啦，他那样直播完来着，到手家，我好像只想怎么找你，只想不打扰你啊，买了肚子饿了世界的懂吗？直播啊，我的米粉很快，我把我怎么办事，我怎么找？你的小鸡条狗。你要说，哎，搞不然朋友啊，要人多啊，我也没分头些。我看你已经涵盖你了好几单了，可能要直播完了噻，没糟糕，我反正真不打扰你，真不打扰你。直播，你要直播，你好搞了看么？爱情我怎么了那个人？我看你平真心相爱，非但只能一种二处，多么大可不。可能猜，这一查完，对呀。